近日，中年好聲音3亞軍張雨晨突然因腹部劇痛緊急送院，之後證實係急性腸胃炎加腎石一齊夾擊，仲有1粒腎石移位，卡住輸尿管，要即日做約1個鐘左右嘅小手術。佢先喺病床相入面向大家報平安，之後再話手術成功，叫粉絲同家人唔好擔心。究竟一向喺舞台上表現穩陣嘅佢，點解會突然痛到要入院開刀，仲要喺咁短時間內處理？今日我哋就同大家一齊拆解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同真相。開始之前，記得先點讚、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。事不宜遲，我哋馬上開始。成件事要由2026年6月16日凌晨講起。當時張雨晨突然覺得個肚痛到頂唔順，由工作人員陪住去求醫。去到醫院之後，畫面睇到佢成個人癱軟喺大堂梳化上，戴住口罩同帽，着住黃色衛衣，面色唔好之餘，仲一手按住腹部，痛楚明顯到連企穩都難。之後佢要靠旁人攙扶，慢慢行入診療室，再坐輪椅去病房。單睇當時嗰個狀態，已經知件事唔係普通腸胃唔舒服咁簡單，而係真係痛到人都快要散。入院之後，醫生幫佢做詳細檢查，最後確認原來唔止一個問題，而係急性腸胃炎加腎石同時出現。真正令佢痛到受唔住嘅主因係體內1粒腎石突然移位，再卡住輸尿管，於是引發劇烈絞痛。呢個位其實幾關鍵，因為唔少人一聽到肚痛，第一時間都會以為只係腸胃失調。但如果背後仲有結石移位，痛楚就會完全唔同級數。張雨晨亦形容今次係佢從未試過嘅痛，即係話唔係忍一忍就過到，而係已經影響到佢企起身、行路，甚至連正常活動都好受影響。醫生睇過之後，安排佢留院1晚，做進一步觀察，再喺2026年6月17日接受手術。整個程序大約1個鐘左右，屬於比較短嘅微創小手術。呢一點都幾重要，因為大家一聽到入院同開刀，往往第一反應都會好擔心，以為一定係大手術或者好嚴重。但今次醫療處理算係及時，同埋方向都好清晰。佢自己都講得好直接，慶幸今次係喺放假期間發生。如果係喺工作當中突然發作，後果一定麻煩好多。起碼而家可以趁早處理，避免拖住影響之後嘅行程。對一個靠聲線同狀態揾食嘅歌手嚟講，呢種及早處理其實係最實際嘅選擇。入院同手術期間，張雨晨都冇選擇靜靜地等消息傳開，而係主動喺社交平台報平安。佢先上載咗一張手背插住靜脈導管嘅相，叫家人朋友唔好擔心，話自己冇事，聽日做個小手術，好快就可以出院。到傍晚左右，佢再貼出手術後嘅相片，喺病床上豎起拇指，並且講到醫生話手術成功，自己已經冇事，亦為令大家擔心而道歉。佢最後仲特別提到會照顧自己。呢種做法雖然簡單，但其實好有安撫作用，起碼令一直擔心佢嘅人知道病情已經穩定落嚟，手術亦順利完成。另外，佢亦有提到公司同事一直陪住照顧，自己都好感激。如果再睇翻佢嘅背景，張雨晨本身係來自馬來西亞，喺中年好聲音3入面一路俾人留意，最後攞到亞軍。平時舞台上俾人印象都係唱得穩、表現穩，所以今次突然入院，外界先會特別緊張。對粉絲嚟講，最驚唔係佢一時半刻唱唔到，而係見到一個本來精神奕奕、成日企喺舞台上嘅人，突然要喺醫院度捱痛。消息一出，留言區好多都係叫佢好好休息，唔好急住復工，先將身體養好最緊要。好多支持者其實都好簡單，只係希望佢快啲平安，之後再以最好狀態返嚟。講到呢度，其實仲有一個角度好值得講。張雨晨係靠比賽一步一步俾人認識，成個過程本身已經唔容易。能夠喺壓力下保持穩定，靠嘅除咗實力，仲有身體同心態。今次突然入院，雖然只係一場健康危機，但對一個要靠狀態示人的歌手嚟講，壓力一定唔細。好喺佢處理得快，亦夠坦白，至少冇將事情拖到更複雜。呢種反應唔花巧，但好實際，亦好貼地。至少令大家知道佢而家嘅狀態係穩定嘅，唔使成日估嚟估去。對一個喺公眾面前工作嘅人嚟講，透明度本身都係一種負責任。講真，
今次最值得留意嘅唔係病本身有幾罕有，而係佢處理得有幾快幾清楚。好多時我哋一聽到腎石都會覺得好似只係一種常見小毛病，休息下飲多啲水就算。但一旦移位又卡住輸尿管，真係可以痛到人亂晒龍，完全唔係一般肚痛咁簡單。張雨晨今次冇硬撐，冇拖延，亦冇等到病情惡化先求醫，呢個反應其實好值得學確。尤其係做表演工作嘅人，身體狀態就係本錢。平時覺得自己頂得順，往往就係最容易出事嗰刻，反而趁放假發現，趁早處理，先至係真正負責任。對觀眾或者粉絲嚟講，見到佢一舉一動都交代得清楚，安心之餘，亦會更明白健康真係冇得鬥氣。就算只係1個鐘左右嘅小手術，背後其實都係提醒大家，唔好等到真係痛到頂唔順先肯面對。病呢樣嘢，有時唔係你諗住忍就一定忍得過，尤其係身體已經俾出好明顯警號嗰陣，真係唔好再拖。再講多一步，佢願意第一時間報平安，其實都好反映到而家藝人同粉絲之間嘅互動方式。以前可能要等消息傳到好大先知道，而家一張相、一句交代就可以即刻穩定人心。當然，公眾未必需要知道最細緻嘅醫療內容，但知道佢已經手術成功、情況穩定已經足夠。作為旁觀者，我覺得今次最重要嘅訊息唔係八卦，而係提醒大家身體出現急性痛楚，唔好自己諗住捱就過到，尤其係痛到要攙扶、要輪椅，甚至影響行動嗰種情況，真係要即刻揾醫生。健康呢樣嘢，有時唔係你想慢慢處理就慢慢處理到。越早面對，往往越少麻煩。當事人肯第一時間交代，觀眾就會少好多不必要嘅猜測。呢點其實都幾重要。對粉絲嚟講，唔使成日擔心，都係一種安心。多謝大家，今集嘅分析就去到呢度。唔知大家對於呢宗張雨晨急病入院報平安事件，又有啲咩睇法呢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。我哋下次再見。